没有这种1对1的指导啊，他们会觉得只是来做家具，可是这个1对1的指导，表面上它看起来只是技术上的叮咛或者是指导，可是其实背后它是一种工作态度的传承，它可以从我的这些言谈里面知道一个家具一定要用心做。要培养出一个家具职人，关键不在于我这边的传授对不对，关键在于接受训练的这一个职人自己有没有下足功夫，让自己在这一方面越来越强壮。我们这边的优势在于它是非常高度的制作热忱跟个人魅力，变数很多了，就不制造额外的变数。好，这边呢？这边我这个有画方形的，我都会做补丁的。OK， 好。但是这个错落不用太多哈。好，些微的2公分以内的，稍微小错开一下就好了。好。前端这样看起来前端不会，后面就会。如果我只是去做规模的扩张，去做市场路线的一种发展，我可能规模也许也可以做得很大，可是那个家具的内涵比较表层，那我反而比较是把重心放在家具内涵的深耕上面。那当发展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几乎已经把水源家具的体质给完整化了、强壮化了。接下来就是让这个强壮的体质得以体制化，然后再对外循序的发展。这个时候，它所表达的是一种具有深度内涵的家具美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水神阿神哦。欢迎收看今晡日嘅暗巷风法。今晡日呢非常歡喜哈，睇話有看到嘅影像嘅畫面呢，都提講今晡日我介紹嘅特別來賓呢，係做嘅手工嘅家具嘅做得講係藝術家哈，特別來介紹佢魏榮明魏先生，魏先生好。陳哥你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魏榮明。魏先生哈，佢讓人看起來就親像個藝術家的那個感覺哦。其實很年輕，大家看起來都知哈，佢比我年輕，佢幾多歲啦？今年也47歲了。哦，你韓國當年輕啊？也算年輕。我係近輕嘅了解哈。榮明做嘅手工嘅家具來講哈，已經10幾年了，係咪？11年了。11年哦。11年的時間嘛，當長的時間呢？11年，該當時以前韓國唔係做亞種的手工家具哈。對，係最早的時間係做乜嘅？其實我是一直想要畫漫畫，當漫畫家才是我終身的志願。那一直到我退伍之後，真的去畫漫畫，才發現自己不是那一塊料。所以我的夢就碎掉了。夢碎掉之後，我花了好多的時間去找，那我要幹嘛？可是我為了會畫漫畫而得到的那個美術訓練，還是在我的骨子裡面啊。所以我這段時間我從事了很多教學的工作，教兒童美術。所以我在做家具以前，我花了很多時間，一方面自我探索，一方面從事兒童美術教學。一照片哦，你講本來畫圖嘅哦，攞梅吼去做敲敲打打嘅手工嘅家具，想要轉變安泰呢？我的動力就來自於我對於舊木素材的這種興奮度。我只要拿到那個東西，我就發現我整個人像是一個充滿了活力啊，處於戀愛狀態的那一種興奮度。然後我對這種舊木的素材，我有好多想法。雖然我什麼程度都沒有，我不會木工。可是我對於這個東西，好多想法就湧上來，
我就会开始用我现有的那些粗浅的程度，去把它执行出来看看。啊，这样子摸着摸着，居然就摸出我自己一套家具风格。所以也是唔係講特別刻意去尋找，而是在生活當中逐漸的醞釀，黑沒安呢？可以這樣說。那這個過程當中哈，是不是你自己也是過來人，經歷了那一段那個尋找的過程，勢必也有一些艱辛的地方哈？有沒有一些給年輕人的建議？剛開始創業的時候啊，我真的是一個屬於社會邊緣人的資源跟現況，也就是說，我不是因為會做家具，所以我從事家具工作，我也不是因為有人帶我做家具，所以我會做家具，對，那也不是因為我有錢，所以我可以好好去研發家具，或者是我家裡有木工相關的產業，對，我有這樣子的順勢的安排。基本上我從事這個工作，它是一個完全是自發性的想法，所以，以前是從事兒童美術教學，我本來就不是很會存錢的人，所以我的錢也沒有存很多。可是我發現這種舊木的素材，它帶給我莫大的感動跟興奮，所以我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我發現我整個人陶醉在一種幸福裡面，這個會讓我義無反顧的想要全心投入這份工作，所以即使現況上有這一些劣勢，但是它仍然無法阻擋我想要去做家具的這份渴求。那做下去之後，當然你還是有現實上的壓力，對，辛勞。那麼可是這些東西，我把它當成是我的訓練。我為了要把一件家具做好，我必須去面對的，而且把它克服的訓練。從這個訓練裡面，我一次一次的曉得我的家具應該怎麼去表現，它的結構會更牢固、更強壯。木頭應該怎麼處理，它會更美觀啊。然後在使用上，我應該怎麼去改良，好讓這個家具更好用，讓人家做得更舒服啊。那這個都是一次一次的從大量的失敗、錯誤裡面去琢磨出來的心得。那累積到現在，我在這方面已經累積相當大量的錯誤經驗，好讓我知道怎麼做是對的。不過吼，人講上都講理想老現實吼，相差係動態啦。理想跟現實面其實都要兼顧。你剛剛也提到了這個過程當中的確的很艱辛啊，拄到當多的困難。做出了安多的東西，按冇賣出去，你都冇收入。對，沒有收入你怎麼支撐？然後再談到一點哦，你那個時候結婚了沒？你家人會不會反對 ？OK， 你怎麼樣去排解這一些的困難點？是，首先我的家人對於我從事這份工作，他們會替我擔心，可是他仍然支持，因為他知道對我這一個小孩呢，阻撓是沒有用的。我在這一方面非常的固執，我會去做我要做的事情。那他們曉得我的這種性格，所以也就會放手讓我去做。那可是更要緊的是，我的太太，我在剛做其實我從事家具木工的工作，跟太太的交往是同步進行的。對，那我太太她也不嫌棄我出身卑微，那也不嫌棄我才剛開始做這個，前途在哪裡都還不曉得。但是她看準我是一個願意好好去做事的一個男人吧，所以那個 attitude 那個態度，對，他看到我做這件事情的那個很認真、很投入的態度，他反而在這裡找到了安全感。他不是在我那個時候的成就找到安全感，他是在我的這個態度裡面找到安全感。他覺得這個男人可以跟。所以一個成功的男人哦，背後一定有一個堅強偉大的女人。那是真的。有樣吼，對，非常感謝佢哦。喺當時佢同咧交往嘅過程哦，佢會因為講，你好像比較愛木頭，不愛我。會，這個他是有很深的感觸。他常常說木頭才是我大老婆，他是二房，他是二房。不過確實啊，我為了要做這個，我確實花了我大量的心思時間，去把我的家具工作做好。因為它是我們不僅是我們家庭的經濟來源，它還是我的人生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成就的實現。對，不然的話我會
没有东西。那所以，但是经营到现在，其实我们家的所有的开销都是从这份工作里面来支援的。从讲到开销嘅问题哦，唔嘅前位传论讲做好安度爱用办买，也冇买过东西，该当时係用办买到压下，动到人来同买东西。我的个性是这样，我会愿意为了我的水源家具，我什么事都肯做，包括我拿着我做的东西，我沿街去推销，我跑到英歌老街那边，我一家店拿我的东西进去拜访，跟他说我会做这个东西，那你们愿不愿意？你喜欢的话，我还可以再做给你。这样子我把英歌老街的有一些商家我谈下来了几家，所以我早期是在英歌老街那边开始做起来的。那我不仅在那边做，我还会去其他的店家看看有没有，因为我只要看他们店家是用实木装潢的，我就会拿我的东西去推销。我不一定可以马上成交，可是我让他有一个印象，日后他有需要，他可以找我。然后我也印了名片、明信行路，跑到街上去发放。再然后我跑到社区里面去，我每一个信箱都去投递我们设计的家具的行路，希望他们家里有家具需要的时候可以来找我。你讲哈，其实哈，这个就是要懂得勤能补拙了哈。是，唔係做生意的了，唔過呢，佢當非常嘅殺忙大兵，一件的推销。是哦，这个呢就是成功的基本要件。是哦，一开始嘛，为了五斗米嘛，你会想要养家活口，一定做出来的东西要卖掉，卖掉才有钱收入，才繼續過做的堅持嘅理想。繼續做下一行吼，天使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嘛，繼續來了解，用面呢，佢喺樣板做到根本安泰嘅規模呢，通講也係員工吼，同佢嘅同事啦，大家攏嫌佢老大啦吼，也吼有23左右嘅員工哦，等下咱繼續來講。我刚开始做家具啊，我只想说，让我可以以家具制作这个工作来终老就好了。因为我们的巧思或者我们表现的手感让客户喜欢，所以我的业务反而开始慢慢增多了。就开始去对外招募。歡迎大家都進來暗巷風化嘅現場啊！台灣吼，訪問到楊明佢講到當道吼，佢講呢，佢間公司吼越來越大吼，本來吼20年吼做間手工嘅家具吼，糯米土本樣姜子嗰做啲呢，卻按到人也有10幾23左右嘛吼。對。樣板要變安泰呢？用辦做到，一開始迄個英國，自家去買啦。對。哎呀，說真的，我從來也沒想到我有一天會搞到這種規模去。而且你還真的變老大了哈。是。我剛開始做家具啊，我只想說，讓我可以以家具製作這個工作來終老就好了。我一輩子可以做這件事情就，我沒想要搞這麼大。莫兄安泰。沒有，我本來就不是做生意跟經營的人才啊，我只是喜歡做家具。那做的可是反而說，因為我們的巧思或者我們表現的手感讓客戶喜歡，所以我的業務反而開始慢慢增多了。所以我就開始找一個助手，找2個助手，找3個助手，然後發現3個助手都還不夠了，然後就開始去對外招募。本來只是要1個，來3個，3個我發現這3個質地都很好，我就全把它收下來。然後呢，經過幾回的輪替，有一些人他因為其他的因素他離職了，對，不適應，或者是我們的路線不合，他離職了。離職1個，我也是要招募啊，結果又來3個、4個，所以這樣慢慢的糊里糊塗的，現在就變成這個團隊。當然也是因為我們的業務還真的需要這麼多人才能夠來消耗。
那所以现在就变成是一个组织性的一个团队，一个专业的一个从事家具工作的一个年轻部队，然后我们来去训练他们，让他们不仅可以满足自己做家具工作的这份热忱，还要让他们做出来的家具可以满足我们的使用者的居家需求，取得这个平衡啊。错，呀，你将圈23当中吼，係唔係有該負責業務嘅人？唔是像以前安尼出價去買，驚到嘛有人會買，錯冇？我们现在并没有业务单位，也就是说，这些客户都自己找上来的，也就是我们口碑可能做得还不错。那加上我们有自己的一个网站，那我们每一次只要做好的家具，我们就会很认真的把它拍照，然后所以就累积了相当大量的各式各样的我们的手作家具。那么所以人家只要上网搜寻手作家具，大概都会找到水源木房这边来。只要让他们看到水源家具，大概通常都会很喜欢，然后就会主动来询问。所以我们的业务是这样来，反而不是我们自己去接触、去推销。依靠到人客來介紹啦，好冇？口碑行銷啦，沒錯，一當重要。韓國有吼，台灣有講到，大家攏嫌老大。用版没嫌老大，因为你个年岁特别大系咪？OK， 可能一个关键原因是我年纪真的是最大哦。我们的团队平均年龄29到30，侬当年强呢？对，或者大一些，或者年轻一些，但平均来说29到30。那他们从各行各业过来，反而我们这边没有正规家具的科班生到我们这里来。有电子厂业务，有餐厅经理，有攀岩教练，很奇怪哦。你看组织，谈出地方要抹啥弄，我们算是行业拢有哈。我们算是一个杂牌军，对。可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很喜欢做水源家具，也就是我们的家具。所以他们冲着这个家具而来找我，然后我把他们从没有基础、没有程度的学徒开始训练起来。那当然我这样训练过程我很累啊，因为我要接我的业务，我要去设计、去拜访客户，还有我自己的经营工作，我还要去教他们做家具。那可是我发现我们的家具形态啊，如果不是靠这些空白的年轻人来吸收，反而那个已经会做家具的跟我们来说适应不良。他那一套制作的方式在我们这边不适合发挥，那我要他去执行的，他可能做不出来，因为他会的是他那一套。所以我发现最终我还是得自己培训一套我们自己的团队来做水源家具，这样子我的传承、我的想法、我的手路才能够传承给他们，才能为他们所吸收跟实现。所以后来变成我都在收学徒了。反而没有办法找外面的老师傅来我们这边工作，没有办法适应。我摆来吼，其实吼，佢出家有出家嘅概念吼，已經根深蒂固了。是，想要去改變佢冇可能。沒錯，因為佢嘅想法有出家嘅想法，同來理念嘅溝通吼，慢慢有困難，錯冇？是。前面人一天係像一張白紙。是，入來以後，同講啊，有個想法咯，個靈感，你慢慢都溝通過來，好冇？所以你看，溝通嘅過程係當辛苦嘛，嗬，係唔係講咁簡單嘛，嗬？人來看嗬，一段嘅樣片都提講，用面佢樣板同佢嘅員工之間嗬，來做溝通嘅工作，這樣子就好說很多。因為有洞，它就有得咬啊，它要進去就好進去了。好，然後你就看到，這邊就開了，對不對？好，這是下面。來，我們來看一下會不會反過來。還是有一點開，好，那你就要再來修正了。
它介于刚刚那个开合之间啊，你把这个调松。这两个互相去制衡，一个螺丝偏这边，一个螺丝又过于偏这边，所以你把两个螺丝把这个松掉，然后这边锁一个，照原来的孔去锁，它是不是就会因为两个制衡，然后它这个活页就被跑到中间来了？这样你可以理解吗？好，再来一次。哎，漂亮，对不对？可是，对，要一样大。因我看到嘅样片当中吼，唔该学识嘅人吼，係五星朋友呢，女徒弟呢，是，唔知道有幾多嘅比例嘅女徒弟，因為將到做家嘅手工嘅樂器，應該印象講，攏係男人做嘅嘛。對。那怎麼會女徒弟呢 ？OK， 其實一直以來哦，家具都是男人的產業，女人在這一方面相對是弱勢邊緣的，處於這個協助地位而已。那可是我發現在這個世代啊，想要去從事家具工作的女性職人的比例有增高了。其實我每一次找學徒，我找的都是男生，然後女生來應徵，通常我都不太考慮。可是我會碰到幾個質地不錯，質地就是它有吸收力，它有高度的想要製作家具的這個熱忱，而且我發現它對於我們家具的內涵，它有一個高度的欣賞。這個會讓我開始考慮。要不要讓他有這個機會來從事這個家具工作？再來是我也曉得，我如果不給他這個機會，他也沒這個機會，他基本上他就算是跟家具工作無緣了。那我要不要讓他來？因為這個來跟不來會決定他的人生的命運。雖然看起來好像沒那麼嚴重嘛，但其實就是這麼回事。但是我願意先讓他有機會來試看看，如果不適合，那至少也試過了。那如果適合，他為自己開了一條路。那這條路，我覺得如果他適合，表示他在我這邊也可以對我們有所貢獻。那我比較不具有那種性別意識啊。只要能做出好家具的，就是好職人。所以性別反而不是那麼要緊。唔係關鍵嘅問題啦，吼。同跟員工之間係樣辦來溝通，嘅溝通嘅方式，怎麼來教導他們，怎麼跟他們溝通？因為你必須要攞你嘅理念傳達俾佢哋嘛。我們的教育分兩種，一個是集體式的教育訓練，那個是比較是觀念的傳授。那另外一個是1對1的，也就是我這個案子交給他了，那麼我會看他怎麼做，然後從他做，他一定會出錯，不可能不出錯，但是他出的那些錯，就是我可以去參與協助，把他的錯誤修正過來，示範給他看，他就會曉得還有更好的方法。那可是一個學徒要把他養成到成為一個職人，他大概要犯1000次以上的錯誤。1000次以上，每一個細節都可能會出錯。那換算成時間呢？1000次要幾年？其實大概要2年的時間。2年？對，2年的時間，他才能夠把這1000次的所有錯誤都犯過了。然後一面犯一面修正，不一定是我直接去修正，或者是他自己知道做錯，然後自己修正。對。但是這個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不能讓他們都不出錯的做家具，那個是沒有的事情。必須讓他們從錯誤中不斷的去學習、修正，然後成長。那麼他們可以感受到我在這一方面的包容性，所以他們做家具會帶着謹慎，但是又比較願意敢去做。其實做家具也要敢做了，否則你會太過於謹慎，你反而耽誤在自己的無限制的評估裡面，反而會拖延家具的製作進度。但你讓他放心去做，錯歸錯，我們想辦法來修正，那也是一種教育啊，一個訓練，好讓他知道說，
必须包容自己的错误，我们才能够一直不断的去制作出东西出来，去进展哈。对，其实哦，就像姚明讲的，有唔错嘅地方哈。那讲唔错以后改变以后哈，有时哈唔错以后将错就错，可能会创造出不一样的一个创作品哈。是，干嘛係要樣？因為樣板安尼講咧，因為咧姚明其他都做嘅手工嘅家己咧，全部都係獨一無二。到底獨一無二的過程要怎麼樣來醞釀怎麼樣來形成這個也是關鍵哦。我們休息一會兒，待會再來談。現在的家庭對於家具有越來越多，他自己在質感，在於居家空間上面的個別需求，我們更細膩的去同理出，這個人之所以來找我做家具，是因為他喜歡我們家具的某一些元素。我想到咗嚟現場哦，台灣從嘅姚明來講過吼，佢啊條嘅創作片吼，攏係當貼片嘅啦吼，因為佢傳達本佢嘅事業以後啊，大家做出嚟嘅創作片都冇共樣，都是獨一無二的吼。像今晡呢，佢來到現場吼，要帶來以色列嘅創作片吼，其中嘅有一件我感覺較有興趣嘅，都係從我嘅身邊也集吼。也吼，大家一定唔理去看到也係多哦，也當蟲呢，也當蟲啊，當蟲呢吼，用面吼，佢客家字體，唔過佢講誒，樣板佢唔曉講客話吼，係唔係介紹下，睇用人家客家字體、客家嘅鄉親提講，樣板唔會講客話。其實我爸爸就是客家人，但是呢，道道地地的客家人，沒錯沒錯，我爸爸客家話講得超溜的，可是我媽媽是台灣人。所以他不會講客家話。那我們家呢，是我媽媽在當老大。所以變成我們家誰當老大說誰的話。從細漢冇人搞啦。對，是沒錯。所以在我們家，我爸爸跟我媽媽都講閩南語。那我們這些小孩跟我們爸爸媽媽也都講閩南語。所以反而客家話我這邊沒有傳承到。不過談攏談得深誒。對，我感覺嘅聽力當好哦，是，我講吼89%先攏談得深哦，同厲害。不過以後話係你愛學啦，有機會就學，講兩句嘅嘛冇要緊，好，台灣言歸正傳，你看這個家具到我手中了，我發覺呢，相信觀眾朋友大家吼，嘛一定想講，哎呀，到底係乜嘅東西呢？是，又係乜嘅東西？你看呢，暗藏玄機，是，你看哦，要底部打開。我可以放什麼東西呢？這個是不是請你介紹一下你這個創作的概念跟理念？也係新雄啦，吼，是，做麼？是，嘿，有一個客戶啊，他來找我，請我幫他設計一個信箱，嘿，那他只給我這個想法，其他沒有了。哦，那其實我不太喜歡做信箱，因為一般的信箱都比較規格化，總之要考慮到它的耐候性跟收納性，所以我發現我對那種制式化的信箱我沒有興趣。我在設計家具的時候，只要它是我沒有興趣的，我就不會往那個方向去發想，我會往我有興趣的方向去發想。然後呢，可是到底怎麼去設計一個信箱，我沒有什麼概念，所以這個案子我就拖了半年之久。那有一次我在郊區啊，在看到那個山巒的形狀，然後山巒裡面有房子，哎呀，我覺得那個畫面怎麼這麼美，然後不知道怎麼回事，我就把那個畫面跟這個信箱的印象連接在一起了，所以我就想要去設計一個具有山巒線條的這種信箱，在山巒裡面有一棟房子，那個房子可以放信箱，然後呢，這個想法就成型了現在這個信箱。所以這個是前面的山巒加後面的山巒，然後中間的房子，但是這個房子被埋入到這個山巒裡頭，被本野澤山包圍，
也其实来保定的，看唔出来啦吼。是啊，地包起身呢，都在表现的啦。是。中间吼，当重呢。对，有一些重量。不过观众朋友睇下吼，可能要想到讲，奇怪哦，你看到也动龙个东西吼，拢个 Q 个东西呢。是。旧的元素哦，都会讲有人用过个表诶，错吗？旧的元素进来，那这一种就是创造它独一无二。可是你下一次做的时候，汉白做个新熊，没同亚杂共用吗？不会了，因为受限于素材。也许这个想法它还可以再去延伸，可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不会有了，因为我这个素材只有这么一个，所以它其实它的独特性来自于它的素材的局限，我不可能一直都有这种材料，除非我把它都制式化了啊。那以这个信箱来说，它还缺了门牌号码，那现在他就等着人家来订，然后就把它装上去了。是。我都想过，我條一門嚟講，唔也攏雕材嘅布卡嘅腦背吼，嘅油菜吼，看到以後吼，起碼唔知也係欣賞哦。是。佢可能會唔知。是。所以我哋想講也係沒有下，我是信箱。其實啊，這個信箱只要郵差認得就好了。那人家也會對，人家只是欣賞那是什麼，可能還不了解。可是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美學的一個發想。就是你初看你不曉得這是什麼，你也許但是你會被它的設計、它的美，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的這種美感，給吸引了，然後你會駐足起來看一看、想一想，後來你才推論說，那應該是信箱。可是它就會產生了一個。再也抹滅不了的印象，信箱可以被做成這個樣子，而不是我們傳統印象中的那個樣子。其實這個也是我想要透過我們的家具工作去傳達的一種美學的一種生活美學的可能性。信箱可以是很原創性的，而且具有信箱的功能。其他的家具也可以這個樣子。而且這個信箱是我們的一個女學徒做的。你看她是學徒啊。他做這個的時候還沒滿3個月，但是他已經把這個信箱做得這麼靈巧生動。當然我提供他想法，然後我帶他去找料，然後我跟他說可以這樣排列。之後呢，我就跟他說我剛剛跟陳哥說的這個3卵裡的畫面，我問他這個畫面你有沒有？我要他帶着這個畫面把這個東西做出來。所以一定要把我的感動讓他也有了，然後他去把它成型出來，所以他就做得很生動，好像我自己做的一樣。聽話有講到吼，也都係貼喺獨特的地方，也同一般嘅所謂的家具客製化家具不同的地方，是因為它裡面是不是都有你講的文化，還有自己的思維的元素在裡面呢？沒錯。其實現在的家庭啊，對於家具有越來越多他自己在質感，在於居家空間上面的個別需求，那個就已經不是我們過去的去更改尺寸就可以滿足了，我們更細膩的去同理出。這個人之所以來找我做家具，是因為他喜歡我們家具的某一些元素，這些元素可以在他們家成為他們家的家具，所以我就要去理解他們家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有幾口人，然後如果他是要做鞋櫃，鞋櫃是放在哪裡，他鞋櫃的地方長什麼樣子，那麼他鞋櫃有什麼需要，有多少鞋子，那麼這些都把它作為一個設計的線索。然後把它整理起來，那這是鞋櫃啊，那有些是餐桌啊，餐桌我也要問家裡幾口人，是小孩呢，有沒有老人家？那麼小孩是多小？是幼稚園嗎？還是國小？如果是幼稚園，我們桌子要做圓潤一點，怕它碰傷了。那如果是嬰幼兒，那就要更具有保護性了。那如果是已經高中生了哈，那我們桌子就可以做得比較熟年齡一點，比較針對父母的。也就是家長的需要去做，就不用那麼考慮孩子了。其實有民講到嘢重點吼，都會講老人客之間吼溝通。張弟講，木卡要幾多啥？唔講三啥，冇可能做一個餐桌吼。
准太暗冲，第三场是太高贴错一时见不到，知道吗？这个沟通就很重要，不仅仅跟客户之间要沟通，跟你的徒弟之间要沟通，那个理念的传达是一个没错，直向的一个传达，才能够达成一条龙。都会讲，我本来人学上的物件啊，都会做出来同人学上的、同人学需求的，还有共用。对，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理念，所以有时候要学会读心术。其实那是一个同理啦。对，同理心，有呀，讲到重点的同理心哦。好，讲到同理心，其实俺们香港用民哦，一定要想到讲，以后吼，佢要多大要用办来发展，你们也有个社會嘅責任，社會責任係乜嘅？也吼。要學十幾30年呢，十幾個家庭呢，知道冇？以後未來要用辦來發展呢，係講以後休息以後，怎過來講？因為把巢設計了一個巢型之後，那個我們坐下去的臀型就覺得有被體貼到了。體貼到之後，你坐它，你就感覺你就覺得窩心感，有一種窩心。這個椅子做的用心，那其實這是我們家具工作者應該要給使用者的一個感受。我想都做到暗香風化嘅現場哦，台灣同嘅用民講當到吼，了解講嘅手工嘅家具吼，確實冇簡單，每件攏係非常嘅貼片，台灣看到佢要帶來吼，唔止台灣嘅介紹嘅一隻欣賞哦，佢個還有燈呢，看到個燈呢吼，個貼片冇共用，同一般嘅燈呢冇共用，動昂呢係落下去。凹下去，凹陷給設計，該樣板咪設計按呢情形的樣板，這個椅子很特別，我覺得還蠻有興趣的。這個凳子啊，它的設計靈感來自於我之前在做椅子的時候，我都要親自去挖巢。因為椅子是平的，對不對？椅面是平的。一般做弄凳那種平的嘛。對。那我現在說的是有椅背的椅子然後我就去挖巢，因為挖了巢之後，它的椅面就會有一個弧槽，坐起來舒服。所以我就花了很多時間挖了一張又一張的巢。其實挖巢感覺是很好的，可是如果你一次要挖30張，你人就會挖到傻掉了。好，所以可是我在想說，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讓我不要這樣子挖巢我還能夠，這個凳子一完成，它就是一個坐巢的型就出來了。這個想法讓我開始去找方法，有什麼可能性我可以實現這個想法？我覺得應該有。那麼想着，我覺得，然後就看到紙，我就因為我就馬上聯想到紙，你把它稍微折一下，一個巢就出來了。那這個想法就開始讓我去想，那如果我把凳子把它拆解開來，然後把它折成一個巢型，再把它裝回去，這個可能性如何？這個想法讓我好興奮。然後我就開始自己去打樣製作，但係也碰到製作上的難處，如何讓它結構牢，而且讓它的造型可以美感，然後又好做起來又舒服。是，那麼經過幾次的改良之後，就發展出了我們現在的這一張凳子。那其實這張凳子它在設計上也是我非常得意的一個來自於一個美的一個感觸的設計，也就是說它非常的精煉到沒有地方可以再刪了，它已經完全被用板工了。比如說它是3塊板，對，3隻腳，就沒有了。它的結構就拆開以後是6塊。對，然後它沒有再多餘的結構去支撐它的強度，而它的強度本身這樣子就夠了。再來是它的乘坐性，因為把巢設計了一個巢型之後，那個我們坐下去的臀型就覺得有被體貼到了。體貼到之後，你坐它，你就感覺你就覺得窩心感，有一種窩心。這個椅子做的用心，
啊，那其实就是我们家具工作者应该要给使用者的一个感受，让人家感受到我们的心思真的有放进去，让人家觉得这个东西买的值得。那我们也在这个方向持续的努力。对，所以这个凳子啊，它不仅只是一个造型上的巧思，它还真的是一个很好用的凳子。像咱个20店呢，好像又刻意做了凹槽，是这个是用挖的吗？对，像这一张，它真的就是手工挖槽，所以这个已经有一些年代的落差了。这一张以前还是我亲手挖的，那个时候我还是家具工作者。还不是现在的经营者，那么那个时候我还是天天要做家具的。那这个是用松木，也就是回收的松木，机械包装箱的那种松木。那么我用那个来做成了这一张椅子。那么这椅子做好之后，我把它结构稍微做了一些排列，好让它可以有一些槽型。那么有一些槽型之后，我觉得它还不够，我又再去挖。所以你看到那个上面的瓢痕，也就是手工一瓢一瓢去挖出来。这个时候还是非常高度的这种创作形态的家具。那可是到这个地方就已经是比较是手感设计了。对，它的2个韵味是截然不同的。前面好像是刻意把它雕刻出来、雕塑出来的，后面呢是有了巧思以后，然后甚至可以量产的这种东西哈。所以讲，因为当好用当人嘛当家己，呀。固定的6 piece 来都做对，做拼凑成一个很耐用的凳子。没错，听我讲到愿景哦，也都当创业的，因为10几岁的家庭哦，依靠到农民来救，甚至以后呢，还佫希望有50岁、100岁，都带很样办来规划个未来。OK， 现在的这些跟着我一起工作的这一些年轻团队啊，他们自己都有一个很深刻的觉悟，家具这一条路不好走。如果你是为了薪资福利升迁，基本上是不会考虑制作家具的，因为做家具不光只是自我满足，关键在于你做的家具让人家觉得好用，这个是家具职人的本分，做好用的家具给人用。好，那这个本分我一定要经常性的唠叨。强迫性的要让他们知道，你做家具的责任就在这里。好，当这个责任有了，你就会甘心花时间去把一件家具做好，让人家觉得好用。这样子，我们去发展我们后续的愿景，它才会有一个具体的实力。否则，它只是一个规模的扩张，但是它的做出来的东西是空的。那就不符合我自己的职人态度了。那为了要让我们的产业，我们这个工坊可以持续性的发展，我为我们的团队，为我们的这个未来的经营路线，我设立了一个属于文化的这一种家具路线。也就是说，我把我们的工坊往文化产业这个方向去发挥，那让我们的家具工作提升为文化工作，这样子一来，我们的家具就不会仅仅只是家具制造而已。我希望它带有更多职人的感情，更多制作过程放进去的心思，更多的我们在制作过程的善意，可以都放到这个家具里面去跟使用者来分享。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可能，因为过去的家具产业比较都是以机械量化的方式来达成一种市场性的铺陈。但是手作毕竟它有产能上的局限，然后它有在品管上面的局限。那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这个世代的年轻人，他们之所以想要从事家具工作背后的动力，他们不是要去产业做家具的，他们是想要做职人家具，也就是这种手作家具。那么我们这边刚好有这个单位，可以让他们在这边发挥，所以一面训练他们具备有制作家具的能力，一方面去为我们水源木坊的未来去开一条更符合我们路线的这种经营可能。那比如说我们要成立我们的水源家具馆，那么在家具馆里面，除了呈现我们的家具之外，还有我们的空间展示，
还有后续的艺文活动。那这个都是我们循序渐进要去把它实现出来的。最终我希望我们可以有这个能力去成立一个家具文化园区。在这个园区里面有我们的工坊，有我们的家具馆，甚至有我们自己的茶馆，我们的艺文中心可以办很多艺文活动，还有我们跟其他的家具职人可以共同合作的一个家具展示馆。不仅是卖我们的家具，也把其他职人的家具带进来。利用我们这个园区产生的一些人气跟话题的带动，把台湾的其他职的家具一起给它带起来。那这个这个想法是需要一段长时间的努力，但是我们往这个方向去前进。因希望吼阳明乡该理想做得实现。有计划急救而来实现吗？我们预计，其实它不是一个我要去达成的目标，对，它是我的评估传承。就是以我现在的一个营运的规模啊，我想我可能需要3年的时间 ，OK， 看看我们有没有这个能耐，可以跨到那个平台去，那个园区计划。OK， 3年的时间，3年时间，至少那个雏形要先出来。没错，错嘛，有动到，我要展示，我的家具馆，我用手工家具的家具馆，我展示，要有量，错嘛，要有量。没错。其实呢，现实老嘅实际之间还够有一个要跨越的门槛。没错。其实你要有一些的相对的收入来支撑。是。我们也希望阳明佢嘅理想做得。較早來實現都得造福當地人，讓大家呢能做得看到，手工家具嘅未來，有每一件都獨一無二的，非常精緻，而且充滿了設計者、製造者的一個巧思的這種手工家具在地方。今天呢非常分享非常感謝陽明呢介紹安道，讓大家知道講。其實我係還蠻訪問以前講，原來也係手工家具有這種有樣這個想做出來，而且已經達到客製化，甚至可以量產的這種階段，真的是不容易。希望我嘅理想做得做你來實現也分享觀眾朋友，大家有任何嘅意見，攏做得寫信來。電視台本呢個製作單位大家呢來共下來簽嘅客家傑出嘅字體讓大家攏知道其實呢各行各業地位攏有傑出嘅人士來表現，非常感謝，謝謝陳哥，下次見，拜拜，謝謝。